真求你，伫你的声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耶稣，我真求你，伊真求你，求你脱离罪恶。踏入光明前途，耶稣听你，伊真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伊真求
耶和华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摆热我的心，向你的圣殿来敬拜。干净人拢着恬静，天生听你面情。无你看愈世间俗事，人阮地伊相顺。上帝讲你面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兄姐，这是来吟圣诗，圣诗170首，请咱大家大声唱歌，感谢俄勒耶和华。圣经讲说设立圣会，是阮救人赦免罪。上帝恩典极大无比，耶稣为咱来受死，咱若靠伊就拢免惊。到路尾稳当会较赢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兄姐，请由原徛着，用四道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
但这里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这是三角来启用。启用文28篇，诗篇119章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我坐落去，我爬起来，你拢知。你对行行知我的念头。我行路，我倒伫面床，你拢详细知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耶和华，我的嘴所讲的话，你无一句毋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。换手伫我的顶面，即款的财目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真悬，我袂话到。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面，你的神。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面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困伫阴间，你也伫遐。我若天开清早的色，飞到海的极头来徛起。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你的正手也要牵我。我若讲黑暗要遮砍我，搁四围的光变做暗暝，就黑暗也袂话遮砍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亲像日时发光，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这个小囝到遐济，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济。我困精神的时，游园甲你三角之地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带我行永远的路。这是过来吟圣诗280首。圣诗280首。我爱朝见天父的面，我爱朝见天父的面，无伫赶我远远。心内羡慕上帝圣神，毋通甲我暂停。请接着吟全首。
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也是疼阮的阿爸爸上帝。阮要感谢阿罗你，感谢你的怜悯，互疫情得到控制，互阮通伫这圣的主日来亲近敬拜你，享受做儿女的福气。像是阮也将阮的软弱、不安、忧愁、挂虑拢交予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倚靠，是阮的帮站，也是阮的保护者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好了，咱请圣歌队。
强守上帝的话。咱今仔要看两位圣经，记载新约犹大书甲旧约但以理。咱先看犹大书第1章22节，有交伊的，恁着怜悯伊。再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5章第10节到12节。但以理书第5章第10节，王后因为王甲伊的大臣所讲的话，就入备办宴舍的厝。王后甲伊讲：愿王万岁！你的心无伫八百，面无伫失色。伫你的国内有一人，伊的心内有遐个圣的上帝的神。你的老爸在生的日看出伊的心内有光明、聪明、智慧，亲像这个上帝的智慧。你的老爸尼布甲尼撒王，就是王你的老爸，设立伊做博士、术士、甲历史人、甲占卜的头人。伊有好性情，有智慧聪明。会圆梦，会开拓奥妙，解释妖异的事。这人名叫但以理，王阁称伊做伯提沙撒，当通叫但以理来，伊要甲你解明讲道，就伫圣神内祈祷，请曾牧师。也祝大家平安。咱要领受上帝话的祝福进前，咱搁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自集伫你的圣殿内，阮要敬拜你。你堪伫阮敬拜，你至尊，你荣耀，你充满各种的好。阮亲近你，要得到上帝你的好性情。阮亲近你。要领受圣神的充满，愿你降临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祈祷中，进入阮的心内。愿你将你的权能，将你的圣神放伫阮的内心，改变阮的性情，改变阮的心思意念，改变阮的体质，互阮无搁再伫即个世俗的世代，俗单单追求血气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。也是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你的话来享受阮，你互阮会当真侪信仰的前辈，迄种的清气，迄种的信心，迄种的能力，愿主你甲阮同在，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做伙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祈祷。3个外月，咱有真长的时间无法度面对面做礼拜，但是咱犹原有真侪兄弟姊妹甲牧师通过各种的方法，咱做伙祈祷。我会深深发现兄弟姊妹伫这段时间，恁对祈祷的脚步，嘛有真侪人开始养成家己祈祷这种的态度甲习惯。所以今仔日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来领受一个真特别的祝福的祈祷。咱爱真做一个祈祷的基督徒。因为祈祷要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，祈祷上重要，毋是讲我求什么就得什么。祈祷最重要就是甲咱的上帝通过圣神，咱做伙结连，成做一个属灵的人。今仔日咱要对但以理伊的信仰来得到智慧，愿咱的囡仔会当亲像但以理，伊伫任何的世代顶悬拢清气，无愿意互即个世间的物质来拍拉散。伊的心思意念，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对犹大书，咱来学习到信仰的3个真要紧的功课。第一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；第二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；第三，就是我靠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常常踮伫天父上帝长阔关心的听的内底。犹大书20节、21节，歹势牧师伫周报顶悬。留互咱的师会所读的圣经是22节，迄是毋对的。伫无意中无注意，
求天父上帝怜悯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倒来到伫这个正确的这个犹太书所予咱3个真要紧的灵修，读圣经、祈祷，进入上帝一定会保守。但是牧师今仔日有要解说的就是怎样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操练。多数基督徒拢误会，咱感觉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咱去参加培灵会，有一个真敬虔上帝重用的牧师，伊去做讲员，伫迄个礼拜中间，咱拢真卡无。伫礼拜要结束之前，伊呼召讲：恁若有人愿意受上帝祝福的人，恁来到头前，牧师甲恁换手祈祷。咱真侪时阵，咱误会讲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迄种的祈祷。爱有一个大能力的牧师甲咱换手祈祷，咱才会当得到圣神的充满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毋是。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咱安静落来。当咱安静落来时，咱进入咱的内心，圣神伫迄个所在咧听候咱。咱进入咱的内心的时，伫咱的心内用脚步、用礼拜、用亲近。咱甲阿爸天父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来找求你。伫咱的内心静静甲上帝亲近的时，这个祈祷就是伫圣神内底的祈祷。这个祈祷要彻底上改变咱，所以伫圣神内面的祈祷非常个人的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带着一个真大的脚步为恁祈祷，也渴望这个圣神就踮伫恁的内底，互恁有好性情。互恁有圣神的充满，真做属灵的人。你若了解今仔日的圣经的故事，甲这个经文对咱的应允，恁就会较无。你甲上帝祷讲，我要真做一个属灵的人，因为上帝你的圣神踮伫我的内面，我就要有好的性情。亲像但以理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2个真要紧的礼物。第一，真做一个会晓祈祷的基督徒。得时不得时，行路做工课，敬虔安静做礼拜。任何时阵，你若想到上帝，你拢会当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第二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开始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灵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咱要甲上帝祷告，上帝你赏赐这个但以理，以这种坚定的信心，主啊，你嘛赏赐互我。伫咧读但以理书的是总共12章，伊对少年到年老，伊一生的故事记载伫但以理书内底。伊的故事、伊的品格、伊的灵性，互我去想到一个人叫做约翰卫斯理牧师。牧师甲恁分享过伊的祈祷，我真爱这个卫斯理牧师伊的祈祷。伊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真做一个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。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的人。卫斯理牧师这个祈祷就亲像但以理，伊什么拢无贪恋，伊独只有恋慕咱的上帝。伊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讲得罪上帝。所以一生用敬虔的心，真做一个属灵的人，连死亡临到，伊拢唔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。对古早但以理到卫斯理牧师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因为咱的教会真长期拢用卫斯理牧师的祈祷做咱的祈祷。卫斯理牧师毋是干那为着家己的信仰祈祷，伊嘛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我的教会免大间，你的教会免大间，但是求你赏赐我100个同心合意的人，是什么拢无爱，干那爱上帝，什么拢唔惊，干那惊得罪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这堂教会真长期以来，嘛是安尼祈祷。对20-20个人，后来到30-40个人，到50-60个人，70-80个人，后来上帝，咱的教会有真多的祝福，有3天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组织，咱的教会真多有100人来做伙做礼拜。迄个祈祷犹原继续，因为100个人的人数，无代表100个人的勇士。有100个人做伙做礼拜，无代表100个人拢愿意亲像但以理，全然敬畏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过但以理书，
伊讲，伊是一个有上帝圣洁的神充满的人。伊是圣洁的上帝的神充满伫伊的人生中间的人。伊大有能力，心内光明，有智慧，会通开拓，甚至连人梦中梦到的，伊嘛会通了解，因为上帝互伊知。这是第一呢。第二个，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犹大书，伊足短，伊袂当讲做一本圣经，伊只有亲像一张批。犹大书是一张短短的批，无分章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伊真短的中间，伊咧讲起初代教会所拄着的艰难，有假先知。初代教会基督徒伫接受道理了后，有时受搅扰，有迄个外面的人，亲像魔鬼，像着贼仔入来。开拓分散因，直到因心中的信仰就世俗化。所以犹大书伫迄个中间，伊就提醒兄弟姊妹讲：咱爱坚持圣经的话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。第二，我靠圣神祈祷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进入圣神的内底，伫你的内心祈祷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第三，毋是咱熬。既然咱会当得胜，一切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所以咱的一生要活出圣洁的爱，活出圣洁的爱，互上帝听，加做咱最大的力量。犹大书是一个黑暗的世代对基督徒真要紧的一个祝福。伊是耶稣的伊的兄弟犹大，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，因伫初代教会真侪真要紧的起造教会的人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讨，主啊，互我伫上帝你的话至圣的真道，伫即个真正信仰真道，即个神的顶悬造就家己。所以基督徒做礼拜、查经、灵修、安静的祈祷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造就一个健康的灵命。所以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功课，就是造就家己的思想、心思意念，造就家己的品格，造就上帝话，互上帝话成做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第二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然后，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听的记号，互咱的亲人朋友当得福音的好处，活出圣洁蒙爱的生命，活出圣洁蒙爱的生命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为我死。我一生要为你来活，我活的独特的目的就是回应主耶稣你的救恩，甲主你的听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用这个第二句话，叫做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牧师要提醒恁，圣神内面的祈祷，毋是一个牧师为你欢手祈祷，你得到圣神。当然，这嘛是其中的一项。但是拄则一开始，我就甲咱分享。伫圣神的内面的祈祷，就是进入你的内心，用敬虔的心，用渴慕的心。因为耶稣讲，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圣神要踮伫伊内面。兄弟姊妹，安尼意思有清楚吗？就是圣神其实伫起头。伫上帝创造亚当的时，上帝就将伊本身的神放伫人的身躯的顶悬，所以圣神早就踮伫咱的内底。只不过有时咱会忽略，咱会误会讲圣神无爱我，上帝的神离开我。兄弟姊妹，无，上帝永远无离开你，除非你要否定上帝，除非咱否定上帝，若无，这个上帝永远袂放杀咱，袂离开咱。所以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就是，毋是走去外口黑白吹，毋是走去外口用尽所有的气力，伫咧求迄个能力。伫圣神的内底祈祷就是，安静倒来到伫你的内心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流浪足久啊，我竟然毋知影，你早就伫我的心内来听候我。原来会晓即种的祈祷，这叫做甲上帝神合一的祈祷。伫圣神的内底祈祷就是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，恁会记吗？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，所以意思爱用真心、
全然的你的情绪、你的感情，祈祷爱真心，用实实在在你内心的整个的生命，用较无心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来亲近你，求你听我祈祷。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毋是干那你讲互上帝听。这个世间人，多数的人拢有一种的人性本性，就是干那要讲互听，无要听人讲。我毋知恁有发现安尼无？其实伫人的中间的沟通的方式，常常咱拢要做一个有意见通讲互人听的人。但是伫圣经内面的祈祷是一个安怎？你有甲上帝讲，你有讲互圣神听，但是你嘛会晓安静听，圣神嘛要对你讲话。所以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除了你发出你的言语的祈祷，你嘛要静静听圣神伊带来上帝的心意，讲互你听。第三项呢，除了听甲讲以外，第三项就是当咱拢讲煞了后，这个圣神要搁继续，伊要去上帝的头前为咱代祷。当咱讲袂出来吐气，当咱有迄个无法度发出祈祷的时，上帝的圣神要成做咱的代祷。上帝要将咱的艰难，圣神要将咱的艰难带到上帝伊的面前，甲上帝讲：听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已经强要无法度啊。所以伫圣经的内底祈祷是3个方向、3个面向的祷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有圣经的话，求圣神怜悯牧师有限的能力，求圣神帮助恁，互恁真正听到圣神甲你讲。伫圣经的内底，毋是足困难的代志，你只要诚心实意对我讲话，你只要诚心实意、真心对我讲话，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看，伫圣经内底今仔日的但以理书，伊到底是一个心中的人。但以理书无真长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今仔日倒去下晡，免一个下晡，你会当将整个但以理书12章对头看到尾啊！你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对这个信仰的前辈，但以理的身躯顶悬，来看到一个对我来讲一个真宝贝信仰的功课。我要对但以理书伊的这个生命的品格，在解说圣经的时阵，神的教会真爱用生命的图像，就像你看到这个人，你感觉伊是心中的人，这就是你伫伊的身躯顶悬看到伊的生命的图像。但以理书嘛有伊的，但以理嘛有伊的生命的图像。对一开始第1章第3节，伊讲当伊少年去互尼布甲尼撒王甲伊敬，因为因的国家灭亡，因诚做奴隶，所以这个外邦人来统治的这国王，就对犹太人的中间建起了上缘投、上水阁上聪明的，为了敬一群人入啊王宫做伊的妻用。对安尼故事，对安尼开始，4个犹太人因伫众人的中间，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第3节讲，因无爱上国王的好物来拍拉散伊的心，因为国王交代太监，讲这个人甲我饲互肥肥胖胖，互因缘投阁好看，所以用大鱼大肉用酒，但是但以理甲伊另外3个兄弟4个人。就坚持讲，阮无爱食国王食的大鱼大肉。伊甲太监拜托讲，请你帮助我，互我只有食菜色、食清气的物件。对安尼开始，圣经记载伊讲，伊无爱这个世间的物质拍拉散伊的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生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无属这个世间。但是偏偏咱做基督徒，咱又搁无法度互这个世间的这情用真侪这物件来影响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像但以理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你有感动伊，你嘛感动我；你帮助伊，你嘛帮助我。因为因安尼坚持，并无代表讲因的生命生活就无压力。因若注意看，这4个人因拢有拄着真大的挑战。
但是因的信心，互因急或不然。但以理书内底有一句话叫做“急或不然”，就算在上帝若无拯救我，我嘛无要放弃我对伊的敬畏。所以因通等到火坑，因通等到迄个有屎的坑的即个坑内底。但是上帝的命令，互因伫艰难的中间，互人看见上帝的天使甲权能保守甲因三甲伫地。所以第一个伫今仔日，即个经文的中间，牧师要邀请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用你的保护洗清我，互我伫你的内面真侪新的人、新的创造，旧的代志拢真侪过去，互我有美好的灵性。做基督徒上要紧的生命的礼物，就是上帝荣耀成做你的生命的图像。所以第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互相带导，咱要做伴。咱是一群同学，咱是伫上帝话语中间的同学，无分年纪老少年，咱拢是主所赏赐咱真理活命的话的学生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我要对但以理做我生命的模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尼布甲尼撒王的囝伯沙撒，伊因为亵渎上帝，所以看到一个异象。旧年牧师有讲这个故事。就是当伊咧车花宴乐的时阵，伊命令伊的奴仆去甲犹太人礼拜堂内底遐个器具金银的杯摕来，互伊啉酒。上帝无欢喜，迄个故事就是安尼开始。所以当这个王看到这个异象，惊到要死的是伊的妈妈。圣经有两种翻译讲，王后甲国王讲话，但是佫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太后甲国王讲话。其实正确的意思原本是讲王后无毋对，但是整个的经文中间，你若对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你就发现讲，原来这个王后这个字是咧指伯沙撒，这个国王的妈妈。所以伫咧中间，妈妈就甲伊讲：王啊，你的爸爸搁在位的时阵，你的爸爸在位的时阵，伊有时忘记，无法度解释梦。咱的国家内底有一个真有恩赐，上帝的圣神甲伊三甲伫地，伊的名叫做但以理。所以伊的妈妈就甲伊讲，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，伊的心光明，有上帝神圣的神踮伫伊的内底，伊的生命有好的灵性，佮有伊有上帝的智慧，连人梦中的梦，伊都有法度解释。亲爱兄弟姊妹。这个故事，互咱有一个真大的吸引。咱爱咱的囡仔有智慧，但是更较要紧，比智慧更较重要，就是灵命。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咱拢会晓背，但是咱无实在将本末调互正确。因为咱追求的是一个结果，但是咱无去追求迄个过程甲生命的开始。原来伫上帝面前，咱用但以理做咱的模范，因为伫照圣经的记载讲，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连死都毋惊。所以后来当伊得罪国王的时候，国王甲伊等落屎的迄个血，迄个洞穴内底。但是遐尼凶猛、遐尼歹的屎，竟然无伤害伊。这个人有上帝的能力，所以伫这个国王的面前真多宰相，只有伫国王的下面，伊的地位非常的悬，因为伊有法度来讲出人伫梦中所做的梦，这叫做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。有一个电影叫做《不可能的任务》，但是伫上帝就是这么奇妙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会当亲像但以理，伊无愿意互王逐种的好物来拍拉散伊的心。这句话伊上重要的意思是甚物？但以理第1章第8节，拄则牧师讲第3节毋对，是第8节。
这代表讲，伊的生命要用物质生活做伊的第一要紧，所以伊知影什么是上重要。就亲像一开始牧师甲恁分享讲，当我看到但以理的故事的时，我就想到为属你牧师的祈祷讲，主啊，叫你帮助我，互我真做一个，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什么拢毋惊，敢若惊上帝的人。这叫做圣洁自持，就是圣洁的内底好好保守家己的生命。肉体、灵性、精神、意念拢共款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但以理共款。咱有一个坚持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要真做一个，互你的圣洁，亲像白衫穿伫我的身上的人。我无要互你见笑。天父上帝，你的囝儿无爱互你见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我会当决志，但是我无一定当得胜。主，你帮助我，真做一个有圣洁、好的圣洁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讲：主啊，帮助我，真做一个属灵的人。亲像但以理，伫圣经中间有真侪受称真做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特质。就是上帝的权能本性、心思意念，充满伫伊的生命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开始，将伊的能力显示互咱。咱无人是倚靠家己，咱伫一生中间会当真做上帝的囝儿，是因为对天灵来上帝的话命充满伫咱的内底。一起头就是安尼，直到咱生命的结束。为什么讲一起头就是安尼？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伊将伊的气，就是神。旧约的圣经叫做挪亚，挪亚这个字就是风咧吹。上帝将伊的灵气分入伫人的内底。一起头圣神就是安尼进入人的生命中间。圣经的创世纪一开始讲，上帝的神运行伫黑暗混沌的中间。你去读创世纪。有上帝的圣神伫水面的顶端，咱的生命就亲像伫黑暗混沌的中间，上帝的神运行伫个顶端。当圣神运行的时，这个宇宙就慢慢叫做有特殊。伫圣神的内底，基督嘛是安尼。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阵，咱的本性是一个叛变的性格，咱的想法是一个错误的。就亲像咱有当时咧甲人讲话，咱都无清楚，讲甲不明不白，恁有感觉无？有当时愈讲愈火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当圣神运行的时，咱的生命慢慢就要成做一个有秩序。迄个混乱、黑暗、混沌，迄叫做 chaos。chaos 就是圣经内底这个字，就是讲什么拢无，一切混乱、黑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，伫主的怜悯中间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赏赐圣神，主啊，求你将圣神赏赐互我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读到这的圣经每一句话，拢是帮助咱倒来到你的内心，因为上帝的圣神早就已经伫咱的内底咧听候咱。愿主帮助咱。互咱进入，毋是咱的身躯是一个礼拜堂。圣经讲，人的身躯是上帝的圣殿，是圣神的圣殿。搁较要紧，人的身躯这个圣殿的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至圣所。伫咱的生命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至圣所。至圣所就是人甲上帝面对面受保守的所在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伊的帮助。以赛亚11章第20、第30讲到一个真要紧的预言，迄个预言中间讲到一个属灵的人，伊要有7种的能力。一个属灵的人要有7种的能力。迄段圣经其实咧讲起一个预言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将来要亲像救世主弥赛亚降临，所以伊一起头圣经讲耶稣的君。耶稣就是大笔的爸爸，对耶稣出大笔，后来大笔的子孙，就是耶稣嘛是对大笔这条来出世。
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伊讲去上帝要将伊的神放伫伊的内底，伊要有7种的能力。什么种7种的能力？伊讲去弥赛亚主耶稣基督，伊要真侪有上帝智慧的灵充满，伊要上帝聪明的灵充满。第三，伊要有上帝策略的灵充满。第四，伊要有上帝能力的灵充满。第五，伊要有上帝智慧，对世间所有的知识的充满。上帝是一个敬畏的灵，伊要因为敬畏上帝，上帝的灵要充满伫伊的内底。第三节，伊讲起，伊要因为敬畏上帝来幸福。人要因为伊要敬畏上帝来以上帝、以敬畏神为乐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敬虔的心。牧师只有将这7项表明伫恁的面前，愿恁开始去想，这7项物件对你的改变是甚么？我要真正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策略、有能力、有财物，心中敬畏上帝，阁有敬虔。敬畏甲敬虔无同款。敬畏就是惊吓，伫上帝面前惊吓；敬虔就是安那尊敬。我要用圣洁的生活，用敬虔的生活，不偏不倚，无打折的生活方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领受。今仔日，咱第一个，咱决志要做一个属灵的人。咱常常伸出咱的双手，伫你安静的时，咱甲上帝讨。伫祈祷的中间，咱就当伸出咱的双手来领受，咱嘛当伸出双手，将咱的困难交予耶稣。今仔日的礼拜讲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咱甲圣神讲：圣神，我学了你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伫我的内底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保守我，互我内面得到你的保守，心思意念无受搅扰。我不爱成做一个将我受气的人，我不爱成做一个争拗操烦的人。我无爱成做一个暗时困袂去的人，主啊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保守我。这是咱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。第二个祈祷，咱要倒来到伫圣神内底祈祷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进入你的内心。拄则牧师有甲咱解说讲，咱的身躯是上帝圣神的殿的圣殿，但是伫这个圣殿内底有一个至圣所。上帝的圣神早就伫伊的圣殿内底上界圣洁的迄个所在，叫做至圣所。伫至圣所的内底咧听候咱，所以伫圣神的内面的祈祷，伊最重要就是走向上帝的祷告，走进内心的祷告。所以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就是咱来带着敬虔的心，请用圣洁的状态来敬拜耶和华咱的上帝。入摆你的内心，放落你的手机，放落你的其他的工作，专心安静。伫你的生命中间，要有一段时间是属于上帝甲你单独的。所以伫圣经内底祈祷就是一个专属的祷告，无别人，独独只有圣神甲你。你要讲互圣神听，圣神要讲互你听，然后圣神要将恁所讲的交谈的这对话。伊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所以进入你的内心的时，你要伫你的心内来拄着上帝，你要看见上帝，你要感受到上帝。你讲主啊，我毋捌看过你，但是我知影你实在甲我三甲地地。主啊，我毋捌看过你，但是我知影你甲我三甲地地。咱的教会拜三的祈祷会，牧师真少用来讨啥物，为啥物大道，为啥物大道。你来发现，咱20几年来，将近要30年，这个祈祷会其实是帮助咱进入上帝的至圣所，走向上帝。所以，咱的祈祷会上重要就是要帮助咱来学习操练一种安静的祈祷。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有安静，不要安静的父母就无法度养育出来会晓安静的囡仔。一个不晓听人祈祷的，一个不晓听人讲话，安静袂落来。囡仔安尼嗷嗷念，有可能伊的父母的沟通方式就是，干那要讲互人听，无要听人讲。主帮助咱，所以伫圣经的内底祈祷是什么？就是进入你的内心。当你甲这个圣经有一个恋爱，
当咱甲这个圣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当这个圣神拥抱咱，当这个圣神完完全全加在咱的保守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不一样。这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当你追求这个圣神的时阵，你的生命真正会无同款。虽然这个世间生活境遇同款，但是态度、观念甲将来结果一定会无同款。你若相信，你搁甲上帝讲阿们。你会记得顶礼拜牧师甲恁讲旧约中间讲相信、信心，迄个字是啥吗？阿们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阿们的意思是讲，上帝我相信，你就是我一生的倚靠。甲上帝讲阿们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我愿意，我愿意将我的主张，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内底这个 chaos、乌天暗地、混沌无明，连讲嘛讲不清楚。主啊，我愿意将这乌天暗地混沌交伫你的手中。除了你以外，无别人会通甲我厘清；除了圣神以外，无别人会通甲我帮助我，才建立一个思想甲特殊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所以，伫圣神的内面的祈祷有包含敬拜。伫你的内心甲上帝亲近，你毋免讲话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的囝儿来找你。安尼就是一个祈祷。你有一个感觉，讲主啊，我安静落来就是要听你的声。你就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新的关系开始。现在咱若无伫圣神内底祈祷，咱永远无法度成做一个享受上帝的慈爱的基督徒。咱若无亲近上帝，咱永远干那咧听迄种足困扰的讲道，因为讲道充满责备，讲道充满要求，讲道充满真侪的假释。咱咧感觉讲道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困扰。但是当咱有圣神的时，咱感觉上帝的假释无搁再是假释那定。上帝的假释是一个真大的怜悯。伊讲我的囝儿啊，毋好搁行落去啊，因为头前的路是死的路。主帮助咱，所以伫圣神的内底就是甲圣神讲话，谈心对话。所以伫这个圣神内底祈祷有三种的。三个面向，第一个面向就是上帝圣神会听你讲话，用主啊求你怜悯我。咱的教会最近咧学习一个祈祷，只有一句话祈祷：上帝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我。列定语圣经中间早初代教会叫做 Kyrie Song，Kyrie 就是 Christ 基督，的 Song 就是怜悯我。真简单的一句话，唔免发出，你对心中主啊求你，主啊救我，主啊怜悯我，上帝就听。所以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就是你相信上帝要听你的祈祷。第二，安静听上帝的声。上帝将智慧，上帝将计划，上帝将策略，上帝将解决问题的迄个亮光。伊就开你的心跳，互你开始真做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。现在安尼有了解吗？咱原本是一个伫混沌无明、惊吓的中间，但是当咱安静落来时，上帝就甲咱讲：这个问题是安尼安尼安尼，啊你毋免惊，这条蛇对这抽出去，这个结就拍开啊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圣神要将伊的计划、心意。甲解决的策略能力，所以这就是拄则以赛亚第11章23节咧讲起，伊赏赐7种的灵，和亚瑟的根基。除了这个圣经传统上咧有言，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间，要带有7种完全的，7种代表完全，7代表完全，所有一切的能力。伊讲亚瑟的根基。是指所有的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，所以伊毋是干那讲耶稣尔，伊嘛讲你甲我。所以今仔日礼拜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你伫耶稣的根基，对你的百姓，所有的代代世代囡仔你所享受，就这7种的能力。所以当后礼拜你摕到牧师会摕到教会周报的时，
恁会当将这7种给背起来，一种一种甲上帝讨。我若是一个戆人，你予我聪明；我若是一个无智慧的人，你予我智慧；我若是一个做代志无方法的人，你予我策略；我若是一个无能力的人，你予我能力。上要紧是最后迄项，互我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互我一生真做一个享受信仰的基督徒。我心以耶和华我的灵、我的神为乐，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我的上帝。做我一生的喜乐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讲：世间的起头，创造的上帝，求你伫我生命中间所有黑暗混沌，你赏赐你的圣神，互我的生命充满得数。这足重要。伫圣神内底祈祷真重要，就是互咱的心灵中间才会骄傲操烦，才会世俗捆绑。咱伫圣神的灵命帮助中间，清明又有次序。咱的生命开始，真做有一个有理性、清楚、有智慧的人，主帮助咱。所以伫这个祈祷中间，咱上重要就是甲圣神参详。亲爱的圣神，我的生命中间到底什么所在出问题？将你有问题的本性。将你有问题的心思意念，将你错误的主张，牧师安尼讲，无代表恁有错误的主张，毋是，这是代表一个敬虔甲反省的祈祷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伫我的内面有甚物所在感察我？甚物歹所行也无？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的主张，互我有问题的本性。会当伫主你的面前，真做一个清气的基督徒。所以伫圣神内面的祈祷，会带来咱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保罗讲，圣神啊，踮伫恁的内面，恁就会当参透上帝的事甲人的事。圣神啊，踮伫恁的内底，恁就会当顿悟参透上帝的事、奥妙的事，是你人生的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常常操练，安静进入内心，甲圣神讲话，用祈祷来亲近咱的天父上帝。所以最后，牧师要做一个结论：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仔内底，对无？恁拢同意，恁嘛拢真爱这句话。咱若要真做一个有圣神踮伫咱的内底，咱常常当享受伫圣神内底基督徒。也这爱整理你的礼拜堂，礼拜堂若旧吼，就有足侪问题走出来。咱的教会若是即个普通时拢无感觉，若到透风落雨，遐流遐流遐流，啊，人到流的时阵吼，遐酸遐酸遐酸，咱开始有真侪问题，肉体的问题小看啦，较重要是咱的态度，咱的灵魂的问题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要亲像但以理，咱嘛要亲像犹大书所讲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我要尽心尽意尽力，尽心尽意尽性，来起造我内心的礼拜堂。因为这礼拜堂是我甲上帝亲近的所在。主祝福恁，主祝福咱，主祝福咱的囡仔。主祝福咱的教会，保罗甲伊的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是一间互保罗足艰苦心的教会，所以哥林多书内底有真深，恁来注意看，特别是哥林多后书，恁会发现这间教会是一个互保罗真艰苦心的教会。伊讲我真心将上帝道理甲恁讲，啊，恁该去听遐个543个外面遐假先知的声。保罗真伤心，但是保罗伊无失去愿望。保罗佮该劝勉因讲：，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礼拜堂，圣神要对天、对上帝遐来，踮伫恁的内底。这是今仔日咱同齐的祈祷。主啊，你的圣神搁一摆；主啊，你的圣神充充足足，你来掌管。我也要将我的心来交予你，你的圣神要伫我的内底来掌管。犹大书伊最重要的讲起初代教会无敬虔属血气，
无信心。即几项书，恁若今仔搁甲即个犹太书做伙读，恁会当发现，不但读到犹太历考考咱的灵修的3个要领，伊嘛会当提醒咱毋通做一个无敬虔的基督徒，毋通做一个俗血气的基督徒，毋通做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，毋通做一个否定圣神，将圣神赶出去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主帮助咱。因为圣经讲，人若无用清气的心，就无法度见到清气的主。你若要啉清气的水，就要摕清气的杯仔来底。咱若要见上帝，咱就要常常用敬虔的心。这就是7种的能力中间最后一个。敬虔的人将以神为乐。敬虔的人，以赛亚11章第3节，伊讲起。伊亚瑟根基，因要因为敬畏上帝来欢喜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要离开礼拜堂进前，咱每一个人拢对上帝讲阿门。今仔日咱要离开礼拜堂，咱每一个人拢向上帝讲阿门。上帝，我伫礼拜堂内底做礼拜，我听到你的话，我要离开教会，过来就是拜1到拜6。主，互阮伫拜1到拜6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、属灵的基督徒，互这个世间看到上帝你的圣神甲我撒甲伫地。阿门嘛！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主求你怜悯阮，阮真正较无会当互你欢喜。真侪你光明的家人，但是主，阮的内心有这种的决志，却是阮感觉有真侪时阵，黑暗的关系对阮的搅扰，对到阮欠缺这种德性的开力。至圣的上帝，你帮助但以理；至圣的上帝，你呼召雅各甲犹大；至圣的上帝，你伫今仔日，你嘛赎回阮，用耶稣基督的听来赎回阮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当心决志讲：主啊，阮要做一个属上帝的子子。这是阮诚心实意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念圣诗来回应。这是咱来吟圣诗296首。耶稣召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日日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也艰苦，救主耶稣时刻保护。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的主，全能的手时刻保护。我爱真心做你学生，你大施恩亲手保护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相信夫妻帮赞，阿为爱呀是些关系，只是人的主不好。我的救主基督耶稣，全良的就是叫保护。我真心最你阿想，你大是我亲像保护。请坐，准备奉献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伫咱要行平安礼进前，咱首先用今仔日的咱做伙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咱伫这条诗歌的中间，咱通为着今仔日无甲咱做伙，伫直播中间甲咱做礼拜，咱一个个日子。主阮少年，今仔日伫直播顶管甲阮做伙做礼拜，阮无见面的兄弟姊妹，阮少年因。主阮今仔日会当做伙伫教会内底见面，是一个足快乐的日子。主啊，代表恩望，主感谢你伫台湾这个情景中间，你的保守。3个月，台湾疫情渐渐，这是一个稳定，
主愿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保守，互阮的教会会当通过圣神的帮助，咱真做合一的教会，伫主你的厅内底互相来倒。主愿伫你的面前，恳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阮的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，特别遐也未接受疫苗注射的阮的兄弟姊妹，主你保守因，伫因接受疫苗注射进前，拢会通得到上帝你的帮助，享受健康。主愿伫你的面前，特别为着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经济生活来祈祷。主你帮助因，特别是拄着艰难的家庭。阮知影有时阮拄着艰难，阮只有静静咧祈祷。主，阮无听到阮的兄弟姊妹因吐气的声，无代表因无拄着困难。以马内利的上帝愿意进入因所拄着的冲击的内底，主你帮助因，互因的工作，互因的经济，互因的健康，得到上帝你的照顾甲保守。主愿伫你的面前，也为着台湾这个社会来祈祷。主啊，这个国家是阮心所爱的国家，主，阮真正感觉上帝你何等疼痛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。主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帮助台湾，伫阮这个稳定的中间，台湾来当真做一个有人民人的心，甲众人受苦。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保守台湾。感谢你赏赐阮有一件会晓配合警醒伫疫情的策略政策的态度。主，阮知影台湾人今仔日会当有安全，是因为阮互相体贴，阮遵守真多的规定。主，阮为着阿富汗这个可怜的国家求上帝你怜悯，这个国家真可怜，所以求你怜悯遐个，无论是基督徒或者回教徒，所以求你怜悯这个国家，互你的公义伫迄个所在受尊重。主，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嘛来为着陈华姐手术了后平安，都来甲咱做伙做礼拜。咱来请这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吼。也这咱感谢上帝的保守吼。虽然咱台湾迄个疫情，我相信应该慢慢应该会真紧的解封到咱正常的生活作息。哦，因为这礼拜咱看到迄个每天的疫情的报告，应该人数没有严重的这个大起伏吼。咱盼望咱台湾的社会生活会当慢慢回到正常的轨道。伫这个过程顶悬，总是咱还阁有迄个受限制。咱来做一个乖的国民吼，咱配合这个政策吼。咱的教会照规定是咱50个人做伙做礼拜，所以恁有看到椅仔顶悬有写着搭一张纸吼，所以有搭着迄个所在就是我们可以坐的椅子，安尼咱较简单吼。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有真好的空间。如果你若入来发现无椅仔人坐时，你会当到后壁吼。牧师拢伫周报顶悬有写吼，咱后壁有即个当然是较无亲像临场感。咱伫礼拜中间会当看到咱的互相兄弟姊妹当看到，这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。咱祈祷，咱希望咱真紧的未来，咱会当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，甲教会礼拜的生活吼。咱甲咱用目睭甲咱的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，会使讲话啦吼，耶稣听你吼。后礼拜咱要举行开学礼拜祷告，吼咱有真侪青年因要入去大学，升高中，咱后礼拜咱要甲咱的囡仔来做即个入学开学祷告，吼真紧已经到秋天啊，吼，逐季咧过时间咧过足紧，吼后礼拜咱要做开学祷告，阁有拄则我有报告吼，咱如果入来到礼拜当中间，咱有发现讲椅仔都互坐满。吼，咱会当去后壁，伫迄个所在遐有直播的会场，吼。耶稣听恁，大家保守吼，加油！我来报告，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。拜三祈祷会8点伫线上，甲伫礼拜堂。拜五家庭礼拜暂停。青少课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。查经班拜六7点半线上，甲教育馆。圣工服侍下礼拜诗会，咱中心长老领事暂停。苏琴刘义民弟兄。书宪、林安路甲冯坚2位执事，招待第2组爱参暂停。圣安宫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家己来灵修。
机体交通第一。感谢俄罗上帝的保守，台湾疫情有改善，防疫政策稍微解封。咱教会主日礼拜已经恢复实体聚会，但请大家求愿做好防疫的措施，注意自我保护，愿台湾疫情早日得到控制。欢迎大家线上查经耶稣的课堂，请连结会摇底即个网址。无账号的会当用来宾的身份加入。第三，请为生日的兄姐代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当按过个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代祷。第二，为心身欠安的兄姐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年、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；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；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。妇林一节得去打野。以上，咱来吟。咱的查经吼，对即礼拜开始改做用来，因为安尼恁就免烦恼讲即个连接上的困难。昨的查经有用头一届用来的即个会议室，应该是加足方便。恁若有咧使用来的人，足简单吼。所以今日周报要阁用的，就是即个旧的连接吼。牧师会将即个来的连接放伫咱的教会族群。恁若要想要参加的人，恁就甲牧师。甲牧师讲，牧师就甲恁揪入来，伫咱的即个查经的族群，咱的族群真简单吼。恁若有用手机恁有想要参加做查经吼的人，恁就甲牧师讲，还是甲医生讲，阮就甲你揪入来伫即个咱的族群内底吼。这是咱来用上用圣经信息499首，用光。归圣父上帝，用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永远伫地，无穷无尽。咱今时煞请牧师教导，请一律吟全首。敬拜上帝。家相是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，无穷无尽。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脚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，灭道必会。